2026年7月21號早上，區域法院法官陳廣池講完判詞，最後留低一句寄語，叫佢修心養性，身體健康咁重投社會。聽落好正常係咪？一個老人家犯咗事，法官都算俾足面，但你猜下嗰陣被告席入面坐住邊個？冇人。被告席係空鏡，何伯冇到庭。佢喺醫院，法庭前一日收到2封信，一封嚟自醫管局，一封嚟自睇住佢嗰個醫生。2封信講同一件事，佢嚟唔到。法官諗咗一陣，決定特事特辦，喺佢冇出席，亦都冇律師代表嘅情況下，直接判幾多？2個月。而何伯由5月20號已經還押緊。計落刑期當日就已經滿咗，跟住6日，7月27號星期一中午12點半，醫院冇入 ICU， 冇插過喉，佢瞓住咁走。離世之前2日，有牧師入到病房幫佢做咗洗禮，肝癌，享年77歲。順帶講句，部分傳媒報79歲，因為法庭記錄係咁寫。我哋今日就統一用77。呢個消息傳出嚟嗰陣，全香港嘅留言區爆晒。有人講咗一句，我覺得講得最準。呢個結局比電視劇仲要出人意表。而仲有一樣嘢，有人喺直播度播出咗一段錄音，係何伯躺喺病床上面，聲音已經斷斷續續，一句都講唔完整嗰陣，自己錄低嘅。嗰段錄音講咩？我留返最尾先講，因為聽唔到前面呢2年，你係聽唔明嗰幾句嘢有幾重㗎。由一碗湯開始，到一把折刀，到一張判詞，2年450萬，5個仔女。呢個阿伯究竟為咗啲乜？要講呢個故事，其實要由一個好靜嘅地方講起。何宣1963年由內地嚟香港定居，喺屯門一帶捱咗大半世人。做過報紙檔，賺嘅係1蚊2蚊嘅辛苦錢，同太太生咗5個仔女，一屋人。2016年太太走咗之後嘅日子，仔女大晒，各有各家庭，各有各忙。一個70幾歲嘅阿伯，一個人喺屋企，你諗下嗰種靜法，唔係1日2日，係8年。電視開住，但冇人同你講嘢。煲個飯一個人食，夜晚瞓唔住都係一個人瞓唔住。後來佢喺東張西望講過一句，當時全香港都當笑話咁聽。但你抽返出嚟睇，阿媽走咗9年啦，我第一次識反過啫。一個孤獨咗8年嘅老人家，呢個就係故事嘅起點。跟住喺2024年1月26號，佢喺街市見到一個女人。嗰日屯門一個屋村街市，有個女人喺度擺臨時攤檔，點樣搭上嘅呢？唔係何伯主動，係嗰位女士主動問佢有冇好男人介紹。哎呀，呢句嘢聽落幾平常壓啫，係咪？街市阿姐同阿伯吹2句水，跟住第3日1月29號開始每日煲湯，每日唔係1個禮拜煲1次，唔係心血來潮煲1鑊，係由相識第3日開始，日日有湯飲。你試下諗返一個8年冇人煲過湯俾你飲嘅人，突然間日日有湯。何伯自己形容嗰種感覺，用咗5個字，飲出感情出嚟。講真，呢5個字我聽咗好多次，每次都覺得心酸。唔係因為佢戇居，係因為呢5個字係一個老人家講得出嚟最誠實嘅一句嘢。佢唔係貪靚，唔係貪後生，佢貪嗰啖湯。由呢一鑊湯開始，去到下一件事，中間隔咗16日。1.3相識第19日，2024年2月14號情人節，何伯送咗一份禮物，一隻龍鳳堂，價值99,000蚊，99000相識19日。我哋計清楚呢條數，一個做過報紙檔住喺屋村嘅退休阿伯，識咗一個人19日，攞99000出嚟買隻熊，平均落去即係識1日使5200蚊。呢個位好多人鬧佢傻，我理解，但我想講另一樣嘢，你要幾寂寞先至會覺得呢筆錢係抵嘅。而呢隻 trade 仲未係最貴嗰件，
當然屋企人唔會坐視，五個仔女好快就知道咗，一個70幾歲嘅老豆識咗個後生佢30幾年嘅女人，10幾日就開始送重禮，換咗係你都會彈起。佢哋反對，河伯唔聽，當時仲喺拉扯階段，兩邊都仲有得傾，但冇人諗到由情人節嗰隻再計落去，仲有5日喺一間銀行入面會發生一件事，由嗰一刻開始，呢家人就反唔到轉頭。2024年2月19號，兩公婆嗰陣仲未正式結婚，但已經好似兩公婆咁一齊入銀行去做咩？河伯想撳100萬出嚟。俾邊個？俾對方做生意，100萬息咗24日。好，行到櫃台，職員入電腦查戶口，跟住畫面停咗，戶口入面嗰450萬冇咗。哇！你想象下當時嗰個場面，一個阿伯企喺櫃台前面望住職員，職員望住個屏幕。呢筆錢係佢捱咗大半世儲落嚟嘅積蓄，佢每一個仙都知道點嚟。而佢見到嘅係一個數字，唔係佢認得嗰個數字。佢後尾知道係細女喺聯名戶口度攞走咗。講定先，等大家心裏有個底。由呢一日開始，呢450萬爭咗成2年，直到佢過身嗰日，冇任何公開消息話呢筆錢曾經返過佢手，1蚊都冇。好多人到今日都仲以為個女偷咗老豆啲錢。咁我哋睇下法律點睇。當年東張西望張大律師陸偉雄分析，佢講嘅嘢同全香港網民鬧緊嘅方向其實唔同。第一，要睇返呢個聯名戶口，一開始開嚟做咩？如果河伯當初開呢個戶口，本身就係想自己百年歸老之後，啲錢由個女承繼，咁個女而家提走，某程度上係符合佢原本嘅意願。第二，仲要睇清楚呢筆錢係咪全部屬於河伯一個人，因為呢啲錢好可能係佢同亡妻兩公婆一齊取返嚟嘅。咁樣的話，入面有一部分本身就有亡妻嘅份。律師嘅結論好直接，理論上有得追，但實際上難度好高。即係話全香港鬧咗2年，個女偷老豆錢，但法律界一開波就已經講咗。呢筆錢唔係話攞得返就攞得返，所以法律上呢筆錢冇想象中咁易攞。不過河伯當時係聽唔入耳㗎，因為佢5個仔女出咗一份嘢。東張西望播完之後，Facebook 上面有個河伯關注組，人數一路衝，好快近7萬人。喺入面有一個賬號留言，自稱係何家子女代表。我強調，自稱冇任何實質證據證明佢真係代表得到5個仔女，呢點要講清楚。嗰份留言講咗3件事：一，喺銀行提走450萬，只係為咗維護何家自身權益；二，交付日後嘅生活所需，我哋當然會負責到底；三，至於家父逐言再娶我哋，一致表決不會，亦冇必要及義務責任供養。睇到冇？講到明，錢我哋守住，老豆我哋養，但你嗰個新老婆唔關我哋事。呢份聲明真定假，冇人證實到。但當時全香港嘅網民睇完之後係倒向仔女嗰邊嘅。不過河伯睇完反應係另一回事。2024年3月11號，河伯同對方正式註冊結婚，由1月26號街市嗰句有冇好男人介紹，到3月11號簽字，45日。而結婚呢日，河伯又再送禮，一隻2卡鑽戒13萬，一隻勞力士10萬有多。我哋加埋條數睇下，龍鳳台9萬9，鑽戒13萬，表10萬幾，單係呢3件嘢已經30幾萬。而喺同一段時間，佢戶口入面450萬積蓄，佢1蚊都撳唔到。一個撳唔到自己啲錢嘅人，仲喺度送30幾萬嘢，呢個就係當時河伯嘅狀態。唔係傻，係佢覺得佢終於搞返個對佢好嘅人，值得。2個月之後，佢哋2個人行上咗一個全香港都睇緊嘅地方。2024年5月，一個電視台嘅錄影廠，東張西望嘅攝製隊開咗機，
坐喺鏡頭前面嘅係兩個人，一個76歲嘅屋村阿伯，一個後生佢30幾年嘅新婚太太。兩個人坐得好埋，手上戴住嗰啲嘢龍鳳孔，名錶喺廠燈底下閃到成鏡都係。節目組要問嘅嘢好簡單，450萬去咗邊？點解會同5個仔女搞成咁？跟住何伯就開始講，佢越講越大聲。佢講到自己老婆走咗9年，佢一個人捱到而家。講到佢終於識返一個肯照顧佢嘅人，講到佢啲仔女點對佢，然後嗰句嘢出咗嚟：我對我5個子女心淡失望，佢哋不孝，5個都不孝，斬咗男男啦，個個都反骨忤逆。一個做老豆嘅人喺一個全香港都收得到嘅頻道上面講自己5個仔女個個反骨卯逆，佢仲有一句講得更加盡，大女仲話攬炒，講到咁絕情，老豆希望反個招呼我，服侍我下半生啫，咁你都要反對我？咁我當初供書教學俾你哋點啊？呢句你聽真啲，入面有個好赤裸嘅邏輯。我養大你哋5個，而家我要人照顧我，你哋都要阻我。而坐喺佢隔籬嗰位新婚太太喺鏡頭前面就講，就算何伯由富翁變窮漢，佢都唔會離唔會棄，佢寧願返內地做小販，養活何伯到終老。節目入面兩個人幾次喊咗出嚟，何太仲講何伯試過想尋死。錄影嗰陣，何伯自己都唔知佢啱啱講嗰兩句嘢。24小時之內會傳遍成個香港。節目播出有兩句嘢即刻變咗全城潮語，一句係何伯講嘅，如果冇佢，我一早釘咗。呢句嘢當時全香港拎嚟笑，但你抽返出嚟聽一個孤獨咗8年嘅老人家同全香港講，如果冇呢個人，我已經死咗。呢句嘢好慘喎，其實。另一句嚟自何太喺後尾嘅日子。佢對住何伯講嗰句出街瞓，變成咗街頭巷尾人人講得出嘅3個字。跟住我要講一個數字，呢個數字好多人到今日都唔知有幾誇張。呢一集東張西望最高峰有184萬觀眾同一時間收睇，收視28.4點，成為當年最高收視紀錄。184萬，呢個係咩概念？香港成個人口700幾萬，即係差唔多每4個人就有一個坐喺電視機前面睇緊呢個屋村阿伯講家事。當年好多黃金時段嘅劇集，做夢都做唔到呢個數。一個報紙檔阿伯破咗紀錄，而東張西望睇到條數咁靚，點會收手連播5集，一集一集咁追落去？講到呢個位，如果當時有一個人企出嚟拉佢一拉，同佢講句阿伯收手啦，唔好再上鏡啦，結局會唔會唔同？但接落嚟發生嘅事係，全香港一齊將佢推得更前。Facebook 上面成立咗個關注組，專門追呢單嘢。初期近7萬人，然後一路衝到有機會破10萬大關，10萬人追住一個阿伯嘅家事，跟住連娛樂圈都落場。2024年5月10號，李思捷同阮兆祥喺電視台特備環節神還原何生何太，仲一路扮住咁殺入咗《逆天奇案2》大結局嘅直播現場。劇集總監製行埋去攬住佢哋兩個，全場轟動，個個爭住同何生何太影相。嗰晚現場仲有人問：喂，你哋嗰450萬點呀？全場爆笑，出面條街就更加癲。有網民代何伯報警，話擔心佢安全。有人送元寶蠟燭去佢哋住嗰間酒店，有人送避孕套。有鞋店員工同佢哋影咗張相，張相流出，品牌要出聲明，個員工被停職。到8月24號，何太喺中環皇后像廣場開直播，途人圍到水泄不通，有人叫囂，最後要報警。期間佢喺鏡頭前公開咗何伯個電話號碼，何伯即刻收到大量陌生來電。呢啲嘢當年全部係笑料。我想講句公道說話，當年我哋包括我自己都食過呢啲花生，全香港笑得最開心嗰2、3個月，冇一個人真係為呢個老人家擔心過。
個個都當佢係一出戲入面嘅角色，唔係一個70幾歲啱啱同5個仔女斷絕關係嘅真人，全城笑緊、鬧緊、食緊花生。但當中有一句嘢係何伯自己親口講嘅，2年之後聽返，冇一個人笑得出。當年好多人喺鏡頭前直接問過何伯：你唔驚俾人呃咩？佢點答？我信得佢過，佢唔會氹我錢寄。我心目中佢唔係壞女人，我知道佢係老實嘅人，個個都針對佢，針對我太太。你話我幾心痛呢？跟住仲有一句，呢句係全片最痛嘅一句，邊個女人呃我，我一定睇得通，我一定睇得通。呢句嘢講嗰陣係一個老人家嘅自信，甚至可以話係佢僅餘嘅尊嚴。你哋全部人話我俾人氹，但我唔係傻嘅，我識分。1年之後，同一個人坐喺街邊，戴住 cap 帽，手指包住紗布，對住鏡頭講另一番說話。呢句我一定睇得通。1年之後會變成全香港最殘忍嘅一句話。東張西望播完之後，正常嘅劇本應該係熱度過咗，件事淡出，一家人慢慢執返好。但2024年之後嘅香港唔係咁玩，2個人好快就轉戰社交平台，YouTube 開頻道，抖音開，小紅書都開，日日開 live。開 live 講咩？講反嗰450萬，數仔女同黑粉對罵。何太仲喺鏡頭前自爆閨房事，自爆同何伯相處嘅時間線，觀眾睇得好開心，數字好靚。而由呢一刻開始，件事變咗質。之前佢哋係新聞入面嘅人，而家佢哋係內容，係一個要日日出片、日日有新料先至維持得住嘅產品。而做產品最麻煩嘅地方係你要不斷加碼。今日呢啲觀眾睇過咗，聽日就要更勁。呢1年入面有3個畫面喺當年係當笑話咁瘋傳嘅。第一個畫面，鏡頭影到何伯喺度幫太太洗內褲。第二個畫面又一次出鏡，何伯用膠紙封住自己個口。你冇聽錯，膠紙封嘴。一個70幾歲嘅人喺全香港面前用膠紙封住自己把口，坐喺度。第3個畫面，直播期間，何太喺鏡頭前面破口大罵佢七街瞓呢3個字，之後一度變成全港潮語，人人講。仲有一次，何太喺鏡頭前放過一段話，如果何伯真係要誓死相隨，佢可以由老公呢個身份轉做工人，繼續任勞任怨咁做，由老公轉做工人。我唔知你聽完點諗，我淨係諗到一樣嘢，一個人喺2年之內喺全香港面前一件一件咁除低自己啲尊嚴，先係錢，跟住係仔女，跟住係面子，最後連老公呢個名分都可以攞出嚟講價。而呢啲片每一條都有好多人睇。不過我要喺呢度插一句，呢啲直播係2個人一齊開嘅，鏡頭前面坐住2個人，流量係2個人一齊食嘅，錢如果有錢都係2個人一齊分嘅。呢一點唔好淨係算落一個人度。而喺呢啲片底下，好多人都問過同一個問題，咁佢5個仔女喺邊？點解冇人出嚟拉佢返屋企？呢個問題要2年之後先至有答案。而喺鏡頭影唔到嘅地方，佢成個生活其實喺度散。呢1年，何伯真正失去咗啲咩？朋友冇晒。佢後來自己講，因為呢段婚姻同班朋友斷咗交，做咗一世街坊，臨老一個都唔剩，屋都出過事。因為公屋問題，佢試過喺快餐店通宵住咗11晚。11晚，一個70幾歲嘅人坐喺快餐店捱到天光，捱咗11次，錢繼續出。佢後來爆料講，婚後只不過1個月就已經買咗超過30萬嘅金器首飾同名錶，而嗰450萬佢1蚊都攞唔到，人崩到爆。2025年5月25號，港鐵兆康站，何伯同一個女途人起咗爭執，佢攞住罐殺蟲水噴向對方，結果判監2個月，緩刑2年。呢單嘢好多人到今日都唔記得。
大家淨係記得佢後尾持刀嗰單，但其實喺持刀之前5日，佢已經有另一單案。一個一世人守規矩、做小生意、供5個仔女讀書嘅老人家，77歲喺港鐵站噴人。後來法庭嘅心理報告有一句寫得好準：何伯承受社會壓力同羞辱，令佢喺情感上極度脆弱。呢句嘢其實已經講咗晒。當時全香港望住佢笑，佢喺入面已經燒緊。而呢單殺蟲水案判咗2個月，緩刑2年。緩刑期1日都未過，佢就再犯咗一次，重好多。我哋倒返轉頭講返呢一個月開頭發生咩事。2025年5月12號，何太喺社交平台高調宣布2個人感情有變，佢打算離婚，佢要返內地。高調即係唔係私底下同你講，係喺網上面向住所有觀眾宣布。嗰個時候何伯咩反應？當時冇人特別留意，全香港淨係當佢係又一集連續劇。由呢一日開始計，仲有18日。2025年5月30號，屯門恩寶路10號青田村清順樓25樓。呢一日何太決定走，唔係嗌交嗌完講句氣話咁走，係執好嘢離開呢個同居單位返鄉。18日之前，佢已經喺網上面宣布過佢要離婚，佢要返內地。而今日係佢真係喐腳嘅一日。一個人準備離開一頭家嘅畫面其實好靜，就係拎住啲嘢行去電梯口等部電梯。而喺同一層屋企入面，何伯攞咗一樣嘢，一把折刀，刀鋒幾長。後來法庭度講得好清楚，大約4至5公分。佢由屋企行出去電梯大堂，由後面呢個位我要停一停，講清楚一件事，因為呢個細節1年之後喺法庭度變成咗最關鍵嘅一點。法官睇晒全部證據之後，講咗一句好重嘅話。佢話呢個顯示何伯唔係突然間喺地下執起把刀，即係話由攞刀行出門口，行到電梯大堂，中間每一步佢都有時間停，佢冇停。跟住嗰幾秒，有一個人衝咗出嚟，冇咗呢個人，今日呢條片嘅內容可能完全唔同。案情係咁記載嘅：何太喺電梯大堂遭何伯從後襲擊，佢即刻反抗，抓住咗何伯持刀嗰隻手，2個人糾纏，倒喺地下。倒地之後，兩邊都出手。何太用手卡住何伯條頸，何伯就企圖戳佢眼鼻，雙方都受咗傷。何太大叫救命，跟住衝出嚟嗰個人到咗係何太個仔，佢聽到聲衝出嚟，成功奪走咗把折刀。同一層有住戶目擊咗成件事，即刻通知保安。保安上到嚟，見到現場一地血跡，報警。警方到場先幫何太止血，跟住拘捕何伯。我唔會喺呢度再形容多啲，因為呢件事唔係戲，係2個真人受咗傷，其中一個到今日都仲要面對緊法律程序。我淨係想你記住一個畫面：1年之前呢2個人喺鏡頭前面手拖手，帶住龍鳳行，講就算變窮漢我都唔離不棄。1年之後，同一隊人喺自己屋企門口對出嘅電梯大堂倒喺地下，一地血，要靠一個後生仔衝出嚟奪刀，要靠保安報警。由龍鳳行到折刀中間隔咗14個月，保安報咗警，差人到場問咗佢一句，而佢答嗰句係成單案最凍嘅一句。警戒之下，何伯講，因為佢要離婚改嫁走佬，所以我激氣就攞刀插佢。得一句，我想你留意呢句嘢入面冇咗啲乜，冇咗450萬。由2024年2月19號銀行嗰一刻開始，佢爭咗成2年，鬧走咗5個仔女，上咗電視，開咗1年直播，講嘅全部都係嗰450萬。但到咗佢人生最崩潰、最唔設防，對住差人講真心話嗰一刻，450萬一個字都冇提。佢講嘅係佢要走。呢單嘢由頭到尾其實都唔係關於錢，由頭到尾都係關於一個唔想再一個人嘅老人家。而呢句嘢
1年之後成為咗佢認罪嘅基礎。不過同一單案入面仲有另一個被告，呢個位我要好清楚咁講一次，因為呢條片講嘅係何伯，唔係要判邊個。喺呢單案入面，何太都被控咗一項有意圖而傷人罪，但佢不認罪。佢單案暫定2027年2月11號先至開審，即係話去到我拍呢條片嘅時候，佢係咪有錯，有幾多錯，法庭仲未有結論。呢個世界有一樣嘢叫無罪推定，唔係我哋中意邊個就邊個啱。網民鬧咗2年，YouTube 拍咗2年，都改變唔到一件事，佢係咪有罪？係法庭講，唔係我講，亦唔係留言區講。我會講嘅，淨係已經入咗記錄嘅嘢。何伯認咗罪，何伯嘅供詞係咁，法官嘅判詞係咁，其他嘅等2027年嗰日，2個人一齊送咗入院。何太頭部同手部有創傷，法官後來睇醫療報告，講咗一句，相信何太冇永久性創傷，係可幸嘅事情。何伯手指被咬傷，呢個傷後來一直好唔返，到5個月後，佢接受訪問嗰陣，2隻手指仲用紗布厚厚咁包住，佢仲同途人展示過，話之前矯正好嘅位置，而家全歪咗。2個人一齊倒喺地下，一齊上救護車，一齊被控同一條罪名。而呢一次係佢哋2個人最後一次一齊出現喺同一個地方。由2024年1月26號街市嗰句有冇好男人介紹，到2025年5月30號電梯大堂490日，由1碗湯到1把刀，490日。案發之後，何伯喺公眾眼前消失咗，冇直播，冇出片，冇新聞。由夏天到秋天，全香港食咗1年幾花生，突然之間冇咗下文。而觀眾嘅記憶好短，冇新料就轉台。當年追逐10萬人嘅關注組慢慢靜咗落嚟，5個月，直到2025年10月，有人喺街頭偶遇佢，開機影低咗。鏡頭入面嘅何伯戴住 cap 帽，人瘦咗一個碼，手指仲包住紗布。記者問佢問題，而呢一次佢有問必答。佢講咗成個故事入面最難聽亦都最真嘅一番話。2025年10月，距離電梯大堂嗰件事5個月，有 YouTube 頻道降到何伯喺街邊做咗個訪問，畫面入面嘅何伯戴住 cap 帽，人瘦咗。1隻手嘅2隻手指仲用紗布厚厚咁包住，不過精神算唔錯。佢肯講，而且係有問必答，呢一點好重要。因為過去2年，何伯每次出鏡，隔籬都坐住一個人。佢講嘢嗰陣，成日會有另一把聲插入嚟。有一次，佢想澄清網上一啲關於嗰450萬嘅傳言，隔籬即刻有人講，啲人作嘢，你又攬上身。佢就冇再講落去，而呢一次冇人喺隔籬，由頭到尾得佢一個。記者問到婚姻，何伯講咗一句冇彎轉，佢話佢已經提出咗離婚。點解冇彎轉？因為對方同佢講咗一番話，何伯係咁複述嘅。佢話對我冇愛情冇感情，同我話要離婚改嫁，跟住佢加咗4個字形容自己嗰陣嘅狀態，打擊得我好空白。好空白，哎呀！你聽下呢個用字，唔係好嬲，唔係好慘，唔係好傷心，係好空白。呢個係一個77歲嘅人形容自己成個人被掏空嗰種感覺，講得出嚟最貼切嘅3個字。之後點？佢自己講，夜晚都流眼淚喺度喊，冇個好瞓。我哋倒反轉頭，2024年5月，同一個人喺全香港184萬人面前講過一句，邊個女人呃我，我一定睇得通。2025年10月，同一個人坐喺街邊，手指包住紗布講，夜晚流眼淚，冇覺好瞓。隔咗17個月，呢就係我一定睇得通嘅答案。講完呢段，佢停咗一停，跟住轉頭望鏡頭，而跟住嗰番說話，先至係成個訪問最重嗰段。何伯先向公眾道歉。嗰時我得罪好多粉絲，唔知事情咁複雜，
加上同仔女關係破裂，我踩咗落個氹度，踩咗落個氹度。跟住佢講咗全條片，全2年，最重要嗰一句，佢向5名子女致歉，真係對唔住，我醒反啦，唔應該咁樣鬧粉絲，嗰時個腦偏埋一邊，嗰時個腦偏埋一邊，而家我醒反啦，我醒反啦。一個77歲嘅老豆喺一個 YouTube 頻道嘅鏡頭前面，同全香港講：我錯咗，我醒反啦，對唔住。而佢要講呢句嘢俾邊個聽？5個人，5個。佢自己喺2024年5月喺184萬人面前親口鬧到個個都反骨忤逆嘅人。講呢番話嗰陣，距離佢離世仲有9個月。呢個位我要好誠實咁同你講一件事，我又唔到任何公開消息話有仔女回應過呢番道歉，冇聲明，冇露面，冇隻字片語。我唔知係佢哋冇睇到，定係睇到咗但唔想理，定係睇到咗喊咗一場但唔想俾人知。呢啲係人哋屋企嘅事，我唔會亂猜，亦都唔應該亂猜。我淨係知道一件客觀事實，由2025年10月呢個訪問到2026年7月27號，中間9個月，公開場合入面，何伯冇再見過佢5個仔女。一個人講咗對唔住之後，等咗9個月，而喺呢9個月入面，佢自己都唔知佢身體入面已經有嘢喺度出緊事。2026年件案入到區域法院，3月17號提訊何伯表示已認罪，講咗一句自己做錯咗事。同一日，另一名被告表示已不認罪。5月20號，何伯正式喺區域法院承認一項有意圖而傷人罪。法官陳廣池嗰日講得好白，就呢條控罪而言，監禁無可避免，跟住撤銷保釋，何伯即日還押。而喺同一日，仲有一樣嘢，何伯表示願意喺對方嗰單案入面出庭指證，由我信得佢過，佢唔會氹我錢，到我願意指證佢。隔咗24個月，6月3號原定判刑日後，點解？因為何伯申請法律援助，7月7號再開庭。法官講何伯由6月下旬起就抱恙入院，前一日下午出咗院，同一日夜晚又再入院，因為冇律師代表唔可以直接判，再押後到7月21號。有一樣嘢我要講，因為好少人知何伯申請嘅法援被拒，所以由頭到尾成單案佢冇律師。認罪佢自己認，求情佢自己講，到最後判刑嗰日，佢連一個代表都冇，一個77歲嘅人坐輪椅出庭，一個律師都冇。而更加冇人知嘅係，同一段時間佢個身體已經出緊事，還押期間何伯做咗個小腸氣手術，手術要抽唔同組織去化驗。6月5號化驗結果出咗，肝硬化，而且喺肝嘅位置驗出好多癌細胞，當時醫生嘅評估係佢可能得返幾日到1個月，幾日到1個月。呢個消息當時冇公開，後來有主持人講反，之前唔可以講得咁明，即係話由6月5號開始，何伯自己知，醫生知，少數幾個人知，而外面成個香港，包括之後坐喺法庭入面嗰啲人都唔知。所以7月21號嗰朝，法庭度發生咗一件好荒謬嘅事。2026年7月21號早上，區域法院法官陳廣池一開庭就講，法庭前一日下午收到2封信，一封來自醫管局，一封來自照顧被告嗰位醫生。2封信講同一件事，被告身體抱恙，正留院觀察，唔能夠到庭。呢個係何伯認罪之後第2次因病缺席。法官點講？佢話上一次押後到今日判刑，其實係樂觀咁認為何伯會出院處理，但事實並非如此。跟住佢決定唔再拖，佢用嘅字眼係咁樣：對社會、對法庭、對被告有個明確啲嘅了斷較好。於是喺被告缺席，亦冇律師代表嘅情況下，直接判刑。判詞入面有幾句，而家聽返重到唔敢聽。法官形容本案涉
恩愛成恨係典型嘅例子。法官又講，被告已到不惑之年嘅雙倍年紀，卻不懂自制，傷害妻子。40歲叫不惑之年，雙倍即係80。法官仲點評咗成件事。呢單案本來就係一宗典型嘅傷人案，但兩個人喺2024年因為電視鎂光燈下嘅曝光，變成咗城中茶餘飯後嘅花邊新聞。直到對方要離開香港而釀成悲劇，一個受咗傷，仲要面對檢控；一個因傷人而鋃鐺入獄，成也鎂光燈，敗也鎂光燈，最後判囚2個月。法官強調呢個係考慮到被告年紀老邁、患病，喺法理情之間作出平衡嘅特殊輕判，唔係常例。因為何伯自5月20號已經還押。計落刑期當日已經滿咗，判完法官留低嗰句寄語，希望佢修心養性，身體健康咁重投社會。法官呢句寄語係出於好意，但佢唔知，亦冇可能知。呢度我要補一句，後來有節目主持人講返一個內情，話法庭手上其實有第2份醫療報告，寫住佢剩返嘅日子唔長，所以先至判2個月。呢個講法出自直播，我未能獨立核實，大家聽聽就算。還押嗰段日子，何伯係點過？有一個人見過佢。獨立記者陳朗升喺獄中同何伯傾過偈，佢後來講，何伯因為難抵胃痛，唔願意進食，令到整個人非常消瘦，唔食嘢。一個已經確診肝有癌細胞，醫生話得返幾日到1個月命嘅77歲老人家喺入面痛到食唔落。呢個位我唔想講多，因為講多都係難聽。唔食嘢嘅人捱唔耐。而跟住落嚟嗰2日發生咗一件冇人估到嘅事。7月25號左右，即係離世之前2日，有一位牧師入咗醫院，喺病房度幫何伯做咗洗禮。我有唔到資料，話何伯以前係唔係教徒，所以我唔知呢個決定係佢等咗好耐，定係最後嗰幾日先諗到。我淨係知道一個捱咗一世，鬧走咗5個仔女，上過法庭2次，最後一個人受到不成人形，躺喺病床上嘅人喺人生最後2日，同人講咗一聲我想受洗。7月27號星期一中午12點半。何伯喺醫院離世，冇入 ICU，冇插過喉，佢係瞓住咁走嘅。另有消息指離世時間係28號凌晨，我以27號中午12點半呢個較多來源引述嘅版本為準。由7月21號判刑到7月27號離世6日，法官叫佢身體健康咁重投社會嗰句話，講咗6日之後就冇咗意義。而喺呢6日之前，喺病床上面，何伯做過一件事，佢錄低咗一段嘢。7月28號朝早，曾經訪問過何伯嗰個 YouTube 平台，開咗 live 公佈死訊。主持人講完病情，講完離世時間，講完洗禮，跟住佢話何伯自知時日無多，喺病床上面錄低咗一段說話。而何伯生前有要求呢段嘢要喺呢個平台播出，跟住錄音播咗，嗰把聲已經好散，一句都講唔完整，斷斷續續，要喘。個衰婆想我死，但我仲喺度。個天有咁，佢自己心知肚明，佢唔好唔承認。得咁多，一個人喺人生最後幾日講唔喐，食唔落，瘦到不成人形，佢用返最後嗰啖氣。錄低嘅唔係遺產分配，唔係我愛你哋，唔係對5個仔女再講一次對唔住，係呢幾句。我聽完之後靜咗好耐，因為呢幾句嘢入面有一種好可怕嘅嘢執念。由2024年1月26號嗰句有冇好男人介紹，到2026年7月喺病床上錄呢段嘢，2年半，呢個人由頭到尾都困喺同一個地方。一步都行唔出，而我必須講清楚，呢段係何伯單方面嘅說話，對方由始至終冇回應過呢段錄音，佢嗰單案亦都仲未開審。一個人臨終前講嘅嘢，唔會因為佢臨終就自動變成事實。呢句嘢講出嚟可能唔中聽，
但我覺得要講，呢段錄音播完，直播間靜晒，但呢單新聞入面仲有另一個畫面，一個到而家都未有人正式證實嘅畫面。有消息指臨終嗰陣曾經同何伯反晒面嘅子女去咗醫院見咗父親最後一面。我要好老實咁講，呢件事所有報道用嘅都係有傳、有指、有消息話，冇家屬公開講過，冇正式確認。我唔會當佢係事實咁講，但如果係真嘅話，呢個人用咗2年時間喺184萬人面前親口鬧走嘅5個人，佢公開講過，個個都反骨冇力，斬咗攬嘅5個人。佢喺2025年10月道歉之後，等咗9個月都等唔到回音嘅5個人，最後企喺佢病床邊嘅係佢哋，唔係嗰個煲湯俾佢飲嘅人。我哋將兩個畫面擺埋一齊睇。2024年5月，錄影廠184萬人同一時間望住佢，收視28.4點，破晒紀錄。手上戴住99000嘅龍鳳堂。佢講：如果冇佢，我一早釘咗。2026年7月21號，同一個人，被告直係空義，冇律師，法援被拒，連自己單案嘅判刑佢都冇份出席。2024年全香港笑住睇，2026年全香港靜晒。佢話：如果冇佢，我一早釘咗。2年後，最後陪佢嘅唔係佢，一碗湯，一把折刀，中間隔咗490日。呢件事出咗之後，我睇留言有一句我覺得講得最好，唔係鬧人嘅，係一個網民咁寫：其實我哋身邊有好多河伯，呢句嘢啱。好多老人家屋企好靜，仔女好忙，唔係唔孝順，係真係好忙。而一個8年冇人煲過湯俾佢飲嘅人，第一次有人日日煲湯俾佢，你話佢會點？呢2年全香港都喺度鬧邊個啱，邊個錯，錢邊個攞咗，邊個貪，邊個抵死。但我諗嘅係另一個問題。2024年1月26號喺屯門嗰個街市，如果嗰個星期有一個仔女約咗老豆食餐飯，如果嗰個月屋企有人打過3個電話俾佢，如果佢返到屋企唔係得一部電視同佢講嘢，嗰碗湯仲會唔會咁好飲？我唔知，冇人知。我淨係知道呢2年講嘅唔係一單八卦，係一個人由孤獨開始，兜咗一個好大好大嘅圈，最後喺病房度一個人瞓住咁走。何伯一路好走。呢2年你行得好辛苦。以上就係今集內容。如果你睇到呢度，麻煩你幫我 click 個 like，訂閱埋個頻道，撳埋個鐘仔。你點睇呢件事？喺下面留言話我知。我哋下集見。